好，各位线顶 YouTube 的友志吼，大家平安，大家好吼！欢迎大家来参加咱今仔日台文博览会办理的全台语讲座吼。咱台文博览会咧，除了全台语的讲座以外吼，咱逐个月也有办理像台语文课程，还是台语的开讲会，还是台文的读册会。若对咱台文博览会，遮咧办理的台语活动有趣味的吼，咱会使上网。敲出即个台文博览会，也是咱正手边下底有一个 QR code，你甲扫落去就拢有咱迄个活动办理的相关资讯。活动要正式起稿进前咧，我先来甲大家小概奉上咱即个月精彩的活动咱即个月咧有一个真要紧的大活动就是咱2025单雷台湾文学节伫咧台南阁有打狗也正式起稿咱11月初1有一场咱的单雷省的追思会11月初8嘛有一场这线顶的追思会若无参加到的不要紧咧，咱接续咧上近一场伫咧11月3011月30就一场行打单雷文学地景的行打伫咧台南遮，就是咱单雷省的伊的文学作品里所写到的一寡地景咱要带大家来行打遮相关的行打的活动资讯呢，咱会使上网共款去即个台文博览会即个咱的网站还是咱敲出即个台文博览会，就拢会使看得到遮相关的活动资讯除了咱伫咧台南即场行打以外咧，咱伫咧打狗高雄遮嘛有即个单雷省的即个要写批咱写光批互单雷省的一个活动伫咧高雄文学馆。所以若是各位友志若有来咱打狗佚佗的非常欢迎来高雄文学馆遮咱做伙写批单雷省的好，这是咱即个月真重要的活动这单雷台湾文学节这是咱第二摆举办嘛是伫咱南部咱台南甲打狗好，过来这是咱开讲会咱昨拄结束。咱办理的开讲会，这台语开讲会主要就是招大家来线顶开讲来讲一寡趣味的代志。好，咱今仔日即场是咱迄个2025台文作家系列的即个讲座要讲的主题是即个写诗的人黑白想到黑白写除了咱讲座咱台文博览会所办理的讲座除了咱台文作家系列讲座以外，阁有即个台文家诗面。迄个要教大家要安怎使用咱现代台语文家诗的即个讲座咱今仔日即场是今仔日即场过来就是明仔载过来就明仔载咱连续2日拢有即个咱台文博览会讲座对遮活动有趣味的咧QR code 甲扫落去就拢会使看到遮活动相关的资讯咱拄则讲到这台文作家系列讲座咱今年特别咱顶半年度。有小解咱伫咧中华在地伫参中诶即个作家萧冰滴先生带大家用无共款的角度嘛为伊的作品主要是为伊的作品来落去熟悉即位作家咱下半年度咧为7月到12月要带大家熟悉的就是即位咱台文新生代非常重要最近嘛有真侪即个作品的作家杜信良先生杜信良先生遮英国的主题像讲咱小解即个放毒阁有考册这是嘛是即几档遮陆续出的小说集阁有诗集遮诶迄个小解遮的内容咱拢已经伫咧咱台文博览会 YouTube 顶悬所以进前咱若是无跟对着无参加着遮个讲座的非常欢迎会使透过咱台文博览会 YouTube 频道搁较进一摆搁一摆咱熟悉熟悉咱即两位作家咱伫咧咱台文博览会 YouTube 频道拢有今仔日即场是咱写诗的人黑白想黑白写咱即个系列的讲座咧咱其实已经办理4档已经办理4档咱特别即个讲座甲高雄文学馆遮特别合作咱小解咱正港的台湾文学阁有咱台文真重要的作家为去年今年咱就小解4位真重要的作家，就是拄则讲到单雷先生，迄个即个陈明麟先生阁有迄个
小编辑吼，啊，佮有即个杜信良先生吼，啊，遮相关的资料甲遮相关的资料吼，还是讲座的内容吼，咱拢伫即个 YouTube 的频道遮看会到，啊嘛欢迎大家吼会使加利用遮个资源吼。好啊，过来是拄则有讲到即个咱台湾博览会讲座吼，咱除了即个台湾作家系讲座以外，佮有即个台湾家市面的讲座吼。咱台湾家市面的讲座吼，是主要要教大家安怎使用即个现代台语文的家史吼。啊，这分享人吼是咱台湾家市面的发起人，就是吴希美先生吼。啊，即个拍台语书的发，啊，佮有找台语书等。啊，咱后一场吼。后一场是明仔载明仔载就要教大家安怎用手机拍台机使用手机拍台机明仔载暗时暗头8点到10点半，然后趣味的吼，咱这 QR code 扫落去吼，拢会使报名吼，咱这拢免扣钱的吼，咱拢免扣钱的。好啊，除了顶悬以上讲到的讲座以外呢，咱台湾博览会嘛有办理读册会吼。咱伫咧倒手边，咱逐个月第2个甲第4个拜一所办理的咧，就是即个台湾文学读册会。咱台湾文学读册会咧，非常适合吼，咱初接触台语文的幼稚吼，来读即个台文吼，汉语的作品，阅读的作品吼，咱即摆现主是咧读的咧，就是杜信良先生的放读，杜信良先生的放读。咱过来是咱正手边吼，咱这白话字的文献吼，白话字的文献真适合讲，咱若有已经学过台语文的吼，想要互家己的台文能力吼，搁较提升的咱非常欢迎吼，会使做伙来读即个白话字的文献，白话字的文献。咱这读册会吼。逐礼拜三吼，咱白话字的文献吼，是逐礼拜三拢有办理吼。非常欢迎吼，各位吼会使来做伙线顶吼，甲咱熟悉一寡读册盘吼，做伙进步吼，即个台语文的能力。这是咱迄个读册会主信。拄则讲到讲即个罗马字吼，罗马字的学习吼，咱协会遮吼，咱嘛有特别开课吼，咱有固定的即定期的课程，咱即马上新的一期吼已经开所摆，咱后一期的时间吼，即马有课是3月正式开课。咱这台语罗马字的读写基础班，这真适合讲，咱会晓讲台语，但是书写就写无落来咧，这非常适合安尼的族群吼。所以若知影讲吼，身躯边吼有朋友吼，若是讲想要对这台语台文真有趣味的吼，知影要安怎写，还是要来读这个文学作品的吼，咱非常欢迎来报名这个台语罗马字的读写基础班，基础班接线吼，佮有进阶班通上咱这预定吼，咱伫2月差不多过年时遐吼，咱就正式放送时间吼，各位嘛会使来报名嘛会使小介亲情好朋友做伙来报名。除了咱顶悬讲到所办理的活动以外吼，咱阁有即个有社绕台语随随台语社吼嘛办理不止侪读册会吼，所以即马吼其实咱伫咧线顶吼要找到即个学习台语的资源，也是迄个做伙读台语的朋友吼，幼稚吼，其实无困难的。你看，敢若绕台语随随台语社吼，咱一个月吼就办理遮济读册会吼，遮相关的资讯吼，然后趣味吼会使去。咱的有写到台语随随台语社分配区吼，都拢会使看到遮个信息。好，头前讲遮济吼，其实咱迄个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也是即个台文博览会吼，咧做诶代志吼，就是望吼，咱台语吼、台文吼，会使伫咱诶生活吼普遍正常化生活化正常化。若支持咱咧做诶代志咧，非常欢迎吼，甲咱寄付支持，因为做遮个代志吼，咱真济吼，拢需要资源吼，然后有大家肯定吼，阮会继续去拍拼吼，遮 QR code 扫落去吼，就会使支持咱迄个咱协会吼。好，顶悬讲到遮所有信息的，咱拢伫上尾吼，即个 QR code 吼，拢找着也是咱上网敲找即个台文博览会，不管是 YouTube 还是讲 Facebook 还是 X 吼，还是 Thread 吼，咱拢伫即个找台文博览会，就拢会使找着咱相关的资讯吼。好，今仔日咱要来分享的吼，是咱杜信良先生吼，咱一本上新的诗集吼，上新的诗集，即个拢是阮咧乌白想
吼。啊，杜信良先生吼，咱下半咱今年下半年度吼，其实陆续拢有小概过杜信良先生无共的册，我则个简单甲大家复习一下吼。咱杜信良先生吼，咱是1981年出世的吼，啊，伊本身是台南人，啊，读电机的，啊，伊本身是工程师吼，啊伊是2016年吼，转来咱为台北转来咱府城以后吼，啊，家己吼。开始学台语文，所以安尼甲算一下吼，杜信良先生吼，伊差不多35岁，35岁开始书写台语文吼。啊，所摆吼，若是大家吼，若想要做作家吼，要搁真有机会吼。你看杜信良先生35岁，开始业笔写创作吼。啊，咱陈雷先生吼，44岁呢，44岁才开始业笔创作吼。所以未来若有想要真做咱台语台文作家吼，咱即马拢要有机会即马拢要有机会。来趁少年吼，咱紧甲叶斌吼来做回来书写来创作吼。啊，咱杜信良先生吼，为10当前吼，咱开始叶斌创作以后吼，你看咱短10当吼，就开始吼陆续伫咧即几当吼，就陆续有放读，啊，佮有考册出版，一直到今年咧上新咧吼，即个拢是阮咧黑白相拢是阮咧黑白相上新的诗集吼，啊，拢是阮咧黑白相即本诗集咧讲啥物咧？咱即本诗集吼，咱若延续咱进前所带大家落去读的即本考册来讲吼，其实拢是我伫后白想即本吼，咱加较轻松，加较轻松，啊嘛会使看到吼，咱杜信良先生无共款的面向吼，亲像吼，咱迄个即本册内底吼，迄推荐的书内底吼，迄陈慕真吼，清代陈慕真的。即个台文系教授吼，伊就讲到吼，就是讲伊即本诗集内底，就是亲像对杜信良的脚步吼，上山落海坐火车看天星，啊，甲花草树木树丛对话啊，哎呀，啊，所以咱看到伊即个旅行，针对即个杜信良先生的即个旅行的旅途吼，啊嘛拄啊好吼，在咱这内底有一趴吼，咱这拢总有3趴，啊，其中一趴吼，就是即个杜信良先生的来去旅行。啊，等下咱嘛会讲到吼，啊，咱除了即个台去旅行以外，佫有即个拢是阮伫黑白相，啊，佫有即个花草种的主题。啊，今仔日吼嘛特别吼，为即3趴内底，因为这诗集吼有真济吼，有5、6篇吼，啊，咱特别有精选吼，精选15篇来今仔日来实际甲大家带读，啊，有嘛有作者来分享，啊，好，安尼咱就安尼看见吼，咱就要正式起稿进前吼，咱。要正式进入咱今仔日的重点进前吼，咱先甲大家，咱即马杜信良先生嘛，已经伫现场吼，啊嘛，杜信良先生敢是简单甲大家挨写做一下，信良兄，大家好，大家平安。哦，信良兄平安吼。好，过来咱今仔日除了杜信良先生以外吼，咱佫有3位吼，3位咱的读册伴吼，头一位吼是Gina。嗨，大家好，我Gina。好，祝那平安。若是讲最近有来参加咱的活动吼，应该对咱3位读册班的声音拢真熟吼，那么非常欢迎，非常感谢咱3位读册班吼来替咱带读吼。啊，第2位的读册班是咱的小嘉平安。大家平安，我是小嘉。好，小嘉平安，欢迎。啊，第3位吼要来甲咱带读的读册班哦，是这个文如平安。大家平安，我文如。文如平安，好，安尼咱接线吼，咱就甲这本诗集吼，咱就要正式来起稿吼。安尼咱接线就甲时间吼到咱杜信良先生吼，咱头一趴吼要讲的是这个来去旅行。好，信良兄请。好，大家平安吼。其实这本诗集甲顶一本小可应该是讲差介济啦吼。啊，这本是完全是无共款的心情去甲这本诗集编出来啊。我讲的编出来是因为其实这诗集的内容拢是嘛是十几当前写的，啊，小可甲扣的较就是心情部分较共的物件啊，扣做伙啊，甲伊出做一本册。啊，其实某种程度就来讲，就是讲要互我家己啦，吼，莫讲读者啦，互我家己讲是无共款的方向吼。我这个人，我这个人重新去认捌我个人啦。啊，当然某种程度我尾下来看，其实有侪伫迄段时间
可能嘛感受到家己对未来一寡懵懵渺渺吼，较有法度甲这写起来。所以就是这本诗集第一集就是来去旅行。其实我很仔细来看，就是讲，迄是我个人对我家己人生去敲找一寡无共款的方向，家己去打拼，安尼安尼认真去过生活安尼啦，大概是安尼，好，感谢，非常感谢新龙兄吼，甲咱起这个头吼。好，安尼咱就来进入新龙兄的世界，新龙兄诗的世界吼。好，安尼头一首吼，咱要读的是这个旅行地图这首诗吼，是咱拢是阮伫黑白相的第24页若有册会使掀开吼，倒咧读。好，安尼咱第一位吼，就请咱的君娜来替咱读。好，旅行地图，地图铁开，好好甲我上地理课。咱的城市，你去过几个地头？内底有啥物故事？咱的溪河，你敢有去找因的源头？内底有你细汉的记忆无？遐个关山，内底你去过几个所在？敢捌伫春夏秋冬四季去遐行踏？遐个族群内底你有偌济朋友？你敢有法度用因的话，甲因爱识字？地图铁开，好好甲家己认捌故乡。这毋是旅社，好体路。铁开地图，开始找找青云的所在，一步一步行踏，甲脚趾留落来，完成一张家己的生命地图。地图铁开，回乡去行。其实这首诗是迄当阵应该是13年，差不多，我应该是要转来台南嘛。迄当阵有甲诗，就是向阳甲工课撕掉。因为感觉小可感觉对人生就是一寡懵懵渺渺啥无目标安尼啦。迄当阵我就去找人打工的其实无想要做工课完全无想要做工课，就去打工，就去共做破搭就是我去爬鸭、爬山，去红请去做破搭就爱顾头顾尾，带人去爬山的，顾头顾尾有的人客无爱排遐重的。我就爱，就是因出钱，我就1公斤咧算10块100块，我已经袂使记诶，就是爱帮因派安尼，我感觉我做咧足欢喜啦，当然拄着，因为我一开始拢拄着，其实拢足惨诶，就是拢落雨天佮歹重，落雨天其实伫关山其实拢足危险诶。过我就是小可介意啦，我嘛感觉这是一个足大诶挑战，因为甲个人计毋知是你家己爱爬山尔。迄当阵我就想讲，这台湾78%拢是山，关山爬到超过3000个，可能200几座啦，200几支安尼。我毋知当时会当爬会了诶，我毋知影。迄当阵想讲，这甲咱诶人生小可要共，到底咱的地图选择什么款的，什么倒一条路，咱会去行袂去行，甚至有的是咱行毋知路，还是甚至根本毋知影倒位的方向要哪行。我感觉需要一个地图人生嘛是爱共款啦，所以迄当阵就甲这首诗写落来，对。大概是安尼，迄个情景是安尼来诶。另外一个方向嘛是感觉讲，无论是人生还是讲旅行诶地图，其实历史来看，台湾
历史，迄阵阵拄好拄着一寡社会议题，尤其是反核的，吼啊，我嘛有小可，莫讲参与啊，就是讲小可目一下安尼啦，嘿，啊，我感觉是去偷偷啊去了解每一个地方，哦，咱台南府啥，啥物历史啦，啊，佫有一寡陆个俗个物件，就是讲，比如讲，上简单的一件代志，讲，咱的水啉的水伫倒来的，即种物件，我感觉这拢是足重要的。我感觉咱对生活的理解实在是太少的，嘿。啊，讲这其实拢需要外托啊，到一份地图啦。咱的教育其实无互咱遮，咱讲的英文来讲，迄个 overview 一个。迄个 total picture 就是一个足大的，咱到底看会到安尼眼界，其实是教育无互咱遐济，咱必须要页笔，吼，先读画图了，啊去页笔给写落来，啊，佫有也真正用骹去甲行。嘿，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写首诗的迄个感，迄当阵的感想是安尼，嘿，以上。好，感谢信良兄吼。啊，信良兄，迄个，这是你10到13当前、12当前写的呢吼。啊，迄时阵的感想，啊，你即时阵来看的感想的，即时阵的倒来看，迄时阵的家己。即马就是我感觉我的方向是对的，大概是对的。啊，这个方向可能我嘛袂，当然嘛是有一寡。歪错啦，因为人生就是其实毋是线性的，就是一条路直直嘛。啊，我感觉我某种程度我是感觉讲这方向无歪去倒位啦，嘿，这方向，佮会就算歪去会当佮翘转安尼啦。啊，佮我感觉目前人生不如意的代志嘛是佮有啦，吼，咱嘛是阮嘛是怨叹有诶无诶，啊，佮这个方向。我其实感觉，毋是无可能讲逐条路拢行你拢踏着迄个正确的骹步，迄实在是无啥可能，迄是几率伤过低啊。啊，佮上无咱的我的方向是有我想的安尼，就是无较歹啦吼，无较嘿，莫讲100分，就是讲8、90分，因为我感觉应该是有啦嘿。感谢信良兄吼，我感觉即几摆吼，甲信良兄咧对谈吼，真正感觉真趣味吼，啊嘛感觉讲嘛思考家己真济吼。我记咱为顶2摆为即个为阿爸，啊，过来为即个历史的即个方向，啊，即摆佫到信良兄个人吼，真正是非常精彩吼，就是讲为无共款的角度吼来了解讲信良兄的想法吼，佫有思考。好，安尼咱后一首吼，咱就。要来请咱共款请咱的读册伴吼，小家甲咱带读吼。咱即首要读的是林家碧，第一题也是白滚水吼。啊，即首诗吼，伫咱册年的62页到63页，安尼咱甲时间交互咱的读册伴吼，小家请。好，林家碧第一题也是白滚水。家碧好歹是一个人心理的反射，介绍关系敢有差？要加糖，偌济糖，要加牛奶无？关闭的拿铁、卡布奇诺，阁有人伫顶悬画图揪出一蕊花，妹妹角角，阮无法看破手路，啉袂出酒味，是讲伊的芳甲苦，有当时会使治疗安大人受伤的心，无。阮也是爱啉白正无味的白滚水。茶米得安怎泡？日本人听讲上计较，色水深浅看来冰素，煞是互阮车吹着阿爸泡的迄味入喙的感，囡仔时的记忆。不离个，阮的记忆愈冲愈薄，走未去啊！林家碧第2题也是白滚水。徛伫车厢冰箱头前丢除，想起册包内迄罐白滚水。其实这首诗是
伊可能较无啥，过就是我个人是真介意。是要讲啥，就是讲，到底啉物件吼，话毋是讲介绍悬甲低啊。当然好啉无好啉，这是另外一回事嘿。当然这拢是现实面的考虑。过阮想的吼，阮想的就是讲，某种程度是讲，比如讲即马较有年纪较有啊，这个会较介意到讲哦，去糖分啦。当然我本人个性就是较无爱食遐济甜啊。虽然我台南人，过我是较无爱啉迄人泡的啦，就是外口咧卖迄50兰啊，迄种我基本上罕得咧啉嘛，根本是拢无，除非是人请。这我想的就是讲，某种程度以人生的态度来看这件代志，少就是好。人讲的情感主义嘛，就是安尼啦。某种程度我感觉某种程度是我的个性是较合济，我无爱遐复杂的物件。当然一开始有诶，拢会甲一寡要做诶代志，拢舞甲足复杂。过尾爱去收束。我感觉这是甲咱人，还是讲我个人过去甲老爸老母互我诶经验，就是安尼，因仔是诶经验就是安尼，就是咱简单就好啊。嘿，就我感觉这是主要我想要表达诶物件，是讲其实过诶时阵吼，莫尤其是生活啦，互家己较轻巧诶。当然，你若想要做诶代志，迄梦想啊是安做诶工作，迄是个另外一个物件。我讲以生活来讲诶话啦，伊要过生活，因为我啥要写这物件互家己咧，某种程度是我去观察我家己是够超凡诶人，亲像即礼拜因为社会事件，因为安那佮拄安那，我着佮想要写物件去甲批。比如讲迄个民进党迄个新北洋迄个，敢是沈博阳吼，伊也吼安尼，我着去，就是压起来就对啊，我着甲写一篇起来，我讲就是咱相听就对啊。着参像佮前几工佮国民党迄个立定诶迄个太阳能伊佮甲用，佮甲通过，讲袂当爱缩，甲禁止啊，安那有诶无诶，我着佮挡袂牢啊。过我感觉就是讲，因为咱是莫讲政治，就是讲我个人以我来，我想要互我家己会当较轻松诶，因为我知影我是一个无法度放轻松诶人，够超凡诶人。这个话一寡代志，咱是无法度控制。个私底下私下诶生活部分，我会当做诶是啥物？我甲当做一个系统就对啊。咱生活工过，佮有社会，甲切了几啊一个饼，甲切几啊份嘛。生活诶部分，当然咱爱安那去经营。我其实尾仔想，其实是咱简单就好啊。嘿，咱安尼较有法度，互咱诶心情搁较放较搁较开阔，会通去完成搁咱想要搁较济要做诶代志。嘿，其实是这就是某种程度我是足介意啦。基本的来讲，伊是嘛是咧甲我家己讲吼，一寡代志其实尤其是生活简单诶代志吼。其实会互咱人搁过较快活，大概安尼，真感谢信良兄吼，甲家己诶勉励嘛，互大家鼓励吼，非常感谢信良兄吼。好，安尼过来后一首吼，是咱南方落雪吼，咱即首诗伫咱青年诶78到79页吼，咱即首诗要邀请咱诶读册班文如来替咱传唱吼，然后甲时间交互文如请。南方落雪，雪似雪，就无啥无雪扬起。等会转来，咱无用较甜，逐工诶空空，超工训练家己诶心智，符合资本社会诶上佳要求。
任何搅乱心海的情景，煞去暗上的角色，会使毋相信南方的落雪，会使毋相信方面的送来清冷的水汽，上无相信咱的心乐简单欠缺一丝丝仔光。细玲珑的日子偷袂走想象，细简单是等待季节，化解上帝的密码。就算黑暗是审判的一种形式，嘛毋免认同来渐渐的言语并无符合文学的修辞。凡说甲伊种伫日记，后回重新读起，伊会变一张雪，变动你的心肝，甲时间动落来，放软家己对现实的屈服。即时雪丝落雪，敢阁会惊吓？等待是戆人的家咯。这首诗是我应该是16年伫荷兰做工课半冬时阵写的。迄当阵诶情景就是我真喜欢迄个所在，我非常喜欢迄个所在。迄个所在是目前应该是讲迄段时间伫国外上班的时间，应该是我出社会以来上快乐的时间。是安怎咧？就是完全甲台湾，应该是切到要转去啦吼。当然会看一寡新闻，基本上是完全切断。我下班了，就是看我有早几本台语册过，就看册，看台语册写日记安尼。工课基本上无讲活足侪压力。足侪时间互你思考安尼。我讲的南方落雪，就是讲雪吼，迄当阵拄好要刮冬要圣诞节啦，开始落雪，迄拢都足大雪。我感觉拢是讲南方其实某种程度是代表故乡台南嘛吼。其实虽然是迄个时段是足快乐，过咱的心情某种程度。嘛是会有，三不五时看到一寡新闻，就是会小可搅乱安尼，就个无啥会快活，嘿，过真紧就拢过去啊啦。过我拢会甲一寡话想要讲的话，吼，甚至迄当阵我嘛写袂少厝邻的诗，想要写互阿爸迄挂纸，迄当阵就是伫遐写，就是困袂去。嘿，虽然对啦，生活足快乐，就是因为足侪时间通互你上空上班，黑白相安尼。当阵就写袂少厝邻的诗啦，迄当阵互我足侪时间去思考。想要讲的就是讲，这南方落雪，这个雪互我的感动，就是去跟当我为日记安尼重新去读的时阵，甲遐个记忆拢飘出来。我的心智，我的头壳，完全是跟当到迄个迄时的迄个情景就对啊吼。到底咱到当呢是要，因为过去无法度去倒打嘛吼。咱现实是免屈服吼。敢要继续等待，还是讲继续要伫迄个？咱记忆的家落内底啦，雪总有一天会豆无声无息会扬去安尼。伊敢佫会转来，我毋知影。过到底咱是毋是爱佫继续伫咱的记忆的迄个家落内底安尼？这是就是头甲尾这两句的意思。以上啊。真感谢信良兄吼。伫遮诗吼，拢会使看到一种，就是讲孤单吼，甲家己的对话吼。拢是30几岁吼，30几岁信良兄迄时阵，心情吼，想要就甲家己的对话安尼，嘛，真精彩呢！就是伫迄时阵有法度
写诗吼，用这种方式来排解吼，系啊。好，安尼咱接续吼，后一首吼是即个原子世界吼，咱伫青年的第85页，咱即首诗吼，要邀请咱的读册伴君娜来替咱带读，安尼我甲时间交互君娜，请。原子世界，古一人徛伫海墘，深思造物者的旨意。世间万般众生物，甲所有一切，拢无斗大的斗亲笑切度，简单毋望灵魂通脱走离时间的干罗束缚，浮漂笑想，找着人生的方向。咱伫未来，敢无通徛起的位所，偷偷伫无人看过的角势起停，甘愿半醒半精神，行往茫茫渺渺的梦。伫天黑时，抬头看天星，毋望有一粒老西星引带，笑想一个一个看破世间里路。伫时间开始倒打的时，我敢毋是宇宙内的一粒原子？我家己去做家己的家罗。这首诗是应该讲就是我读一寡较物理的册，当然迄当阵拄好，凯格嘛有写一首类似原子的什物世界，我袂啥会记诶。迄当阵我看咧嘛有小可感动，我就家己写一首安尼。这其实我感觉嘛是就亲像我一开始对开始迄个话头所讲诶，是讲我对家己诶未来就是小可懵懵了了，才会去对人去爬山做扩大。当然你着知影讲，你会当想象讲，因爬山去深山内，就除了山友寮外啦吼，你着看诶就是拢树啊、松林甲天星安尼嘛吼，佮天气诶所有诶变化，下暗嘛有水落甲吼，山顶诶水落甲真有够济。迄当阵你会感受着讲，真正会感受着讲，你嘛会感动着讲家己诶渺小啦吼。伫世间到底咱会当存啥物物件，还是讲有啥物意义？即寡较体确性诶物件会走出来。可能别人袂啦，我个人是会啦。尤其是迄当阵拄好是头路嘛，就做了无爽快，气毛是无好，就是感觉就无想要做啊。对啦，就是佫有一件代志，因阮前几当前，我诶室友过落死啊，有上新闻。当然嘛，即件代志可能嘛是造成我有一寡较对这方面诶思考安尼。我感觉嘛是因为可能对未来后一个阶段，迄当阵可能也袂得要结婚啊款，嘛感觉会想足济啦。到底咱诶后一步是啥物物件吼？较会想着讲，其实咱人真正是足渺小诶，其实无需要到底会当完成啥？其实尾我感觉就是那4字尔，就是爱去认捌家己啊。即条路认捌家己，应该是即件代志，其实是爱行足长诶，甚至你可能无法度找着最后诶答案。过就亲像我讲诶，就是讲人生诶地图，就是讲我会通确定诶讲，咱诶方向吼，可能无歪带到去倒位。过咱当时会行到终点，还是讲到底有终点无？我毋知影。历史来讲，还是讲以铁学来讲，其实嘛无迄个答案。这个就是这个原子的世界，就是讲，咱原子可能即马以物理来讲，原子内底佫较有较侪佫较细诶物件伫遐等人敲找啊。所以讲到底这条路吼是较无限诶啦，无限诶啦，大概是安尼。
好，感谢信良兄吼，咱感觉会出来吼，伫30几岁吼，30几岁信良兄，敢若看的吼，拢是对未来，还是讲对未来一种想象吼。啊，等到即马吼，即马可能十几档以后吼，看的拢是过去吼。啊，若是迄个信良兄想讲甲你请教，就是讲，啊，若即马要互你看，可能佮家己对话啊，即种若安尼的状况之下吼，你写出来的诗大概是啥物款的气味咧？我感觉会较收啦，因我会讲的就是讲，尤其是即部分人生憔悴部分，我会较收，嘿，会较顾欠。若讲像迄小说会讲要写政治的、这历史的，我可能会共款，甚至会较歹，会愈歹。啊，搁以人生即个物件来讲，我会感觉我会较收小个。袂像就是会较顾欠啦。我感觉会是安尼，尤其是讲对人啊，就是讲对咱家己追求的，就是咱人生的过程。我讲人生的过程啊，拄着的挫败失势。我拢会较用较宽容的心来去甲看，袂像真正，莫讲较少年的时阵吼，会较少年时阵可能会去摸我，还是讲较无法度接受，应该是讲我会较会足紧的接受即个结果，还是讲用无共款的角度去。甲家己讲吼，其实安怎拄安怎，互家己较袂心肝头较放会落来。我感觉是以人生即段会较安尼。好，非常感谢信良兄的回应吼。咱其实吼，伫咧人生吼无共款的阶段吼，有即个无共款的即个心路的即个过程吼。不论伫信良兄内底4年吼，还是讲甲信良兄遮。对话吼，拢感觉会出来吼。嘛，亲像照镜共款吼，互咱一寡心灵顶头的勉励吼，甲即个寄付吼。咱非常感谢吼，遮精彩的诗吼。好，安尼咱接续吼，就后一首吼，这首诗吼是伫咱册年的86页到87页吼，一个透早的祈祷文。咱这首诗咧，就请咱的小家吼，读这班小家来甲咱传读。安尼小家请。透早祈祷文，请你应答我的祈祷。我的心无自在，稳定安怎来无去？请你坚固我的意志，保守我的气力，消灭旧老的惯势，免得我对过一个代志无延前。请你看顾我，稳定搁再现。我愿意接受试验，虽望我伫半路会中途搁歇骹，业绩愈来愈侪会忙，无通消透。头前的路是坎坷，不离个，我无违背咱的约。我学会晓计算家己的日子，当做上舒适的安排来铺排。请你莫互我泄露情绪的深坑，请你审判遐压迫你所保守的人，伸手救我，仰望你的救恩，令咱一片公义的地。我心内坚定相信，稳定交庇的一天，定着临到。其实拄则吼，就是有讲到我个人就是较高超慢。其实我知影即点，其实我嘛毋知影这到底好啊无好。我感觉好，歹的嘛有啦吼，歹的嘛应该占袂少趴数啦。好的就是讲，我这人就是会实际去做，去因为透过行动去消透我的一寡焦躁烦恼安尼嘿。写这篇是某种程度是互教会公报写我嘛互家己讲，
因下有教公布就是因为某种程度，我感觉我嘛有受教会一寡恩典啦吼。啊，我嘛透过即个机会嘛，甲你讲一寡较正面诶言语，互家己。啊，当然我嘛就是某种程度，我是想要我想要写一个祈祷文互家己。啊，我拄着一寡较无好诶代志诶时阵，我会当念我家己诶诗句，因为某人吼，通常啊，别人诶话拢。就算别人讲较济道理啊，其实尾啊，伊拢听袂落，伊当要听伊想要听诶话啦。嘿，所以我就想讲，那安尼我家己来写，我家己诶话，因为家己会欺骗家己嘛，较好骗啦吼，较好骗。我就就安尼写这好，就是写互家己诶话，而且是较正面诶话，毋是欺骗家己，就是讲较正面诶话，家己诶话较听会落。我嘛知影讲，因为我是一个环境真简单受真简单，环境受影响，真事的起起落落，就是中午是讲，请你审判遐被你所保守的人，希望上帝帮我处理啦你骂我搁压迫啦，我写迄实在是足痛苦的，这某种程度是咧。甲上帝讲，互我写是，你叫我，毋是叫应该是讲我写迄物件就是因为我已经心情已经挡袂牢啊，我还去写迄物件，请你审判，请你直接审判莫互我家己安尼，去动笔安尼，我感觉就是对我实在是足痛苦，当然可能是你的试验大概是安尼。好，感谢信良兄甲阮分享你的痛苦。好，安尼咱后一首咱要读的是即个，因为我信你会得过即首诗伫咱迄个青年的89到90影咱就请咱的读册伴文如来替咱读即首诗。文如，请。因为我信你会得过，因为我信你会得过，我才有力量继续完成我的梦。我毋愿虚度日子，毋愿反背家己的愿望。我知有时我大心气，求了伤济，做了伤少，迄骄傲的声哨，都毋愿变调。落尾，无节制的热情，互我流火流滴。你互我伫长落落的暗暝，互我无话通应。因为我信你会得过，互我无想要听做现实的努力。毋知嘛知梦想甲现实的界界，毋是一条直路。迄条路是我孤一人的路。你伫无物所在引带，因为我信你会得过。伫你面头前，我无想要装下我的悲伤。伫你面头前，我才停止怨叹、怨妒。请你请用强要求死的意志，因为我信你会得过。路人草埔红透了了的花草，敢有法度加添咱人对死亡的认捌？看清时间加速的影者，大连树仔最后的影，犹阁要展现因寂寞甲孤独的心思。暗啊，天色一捆头仔点睛，我继续行。因为我信你会得过，我定着要甲你讲，还袂记你讲的话，诚做逐工早起的暗念。我定着爱甲爱做，佮还袂做的梦，诚做我换过的感情。因为我信你会得过。
其实这首诗甲顶一首其实某种程度是共款啊，只讲有小可较负面的，就是讲参像已经就是敢若无法无，我已经袂记得我对啥物代志已经反正就是无法度啊，就对啊，啊完全的负面就对啊，啊想过可能就是可能迄当阵其实足焦躁的啦吼，啊尾啊就是敢若想到哦，敢若可能敢若有祈祷较有效啊，剩一步尔，剩一步通行啊，啊无我会可能会起笑，啊就是讲尾啊就是讲嘛是延续拄则讲的，就是讲啊有一寡行动啦吼，啊当然祈祷当然我嘛是爱练习去。因为心肝头无介自由啊，有诶代志毋是咱会当，就算你透过真正诶行动，会当去完成诶。啊，不过咧，嘛是爱去试，爱去做安尼。啊，这首诗是其实是拢嘛是一直咧强调家己无愿意，就是对日子吼，一工一工过啊。到底咱行到倒位啊？吼，咱拄则都讲的地图，咱行到倒位啊？啊，完成到倒位啊？啊，是毋是上帝甲咧甲我讲？其实你要求过伤过济啊？吼，还是安怎？我毋知影。啊，还是讲还是上帝讲你爱面对现实，哦，做现实的努力，我毋知影。啊，个这时阵，我感觉我是足孤单的一个人咧行，啊，是毋是会有甲有人会当来斗相共，还是安怎有诶无诶？啊，尾啊，就是讲，我游玩，因为我胜利诶得过，啊，我会知影你会甲我做伙行，啊，我毋是一个人，啊，也未做了，我甲你讲过话，我也未做了诶代志。我逐工会列清单去记诶，啊，每一我做到啥物程度，啊，我也未做过梦，我拢会一直会尽量去实现，将做我身份诶认同安尼。啊，我会继续坚韧，因为我知影，上帝你会陪我伫地。啊，我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讲，我无愿意接受现状啦，吼，啊嘛无愿意到尾啊，因为现实已经来到啊，啊不得已来接受即款的现实，吼，咱必须要提前，就爱去行动，吼啊，一寡代志呢，其实上帝啊，我其实我是欢喜做，啊我嘛甘愿受安尼。啊，因为我的胜利的得过，其实某种这程度是咧甲上帝咧搬烂啦，吼，啊嘛甲上帝讲，我的心智是安怎，啊我知影时间加速的影子伫头前，啊我希望我有搁较侪气力去做我的计划，大概是安尼啦，迄就是亲像人咧讲的，迄个。告解啦，吼，应该是念告解较对，敢是告解，就是甲上帝告解我的心情，啊，我做的事工，啊，无论好啊无好，啊，我丢弃的是这，啊，因为我胜利的得过，我知影你会对我做伙行，啊，请你请用我强要要求死的迄个意志安尼。啊，因为意志个人的意志，这件代志其实是足迄个足落落软的啦。伊其实是一个，迄拢是暂时的。咱讲的多巴胺，迄个多巴胺，迄个其实拢是一时，咱讲的短走啊。啊，阮求的是走马拉松的长走，吼。配速长走，安尼我知影讲你会陪我，一直陪我，无论我停落来，一个歇骹也是安怎，啊歇困一下，啊你会
过活安尼。嘿，因为我信上帝会过安尼。嘿，大概是安尼，嘿，是要表达这个我个人对上帝的信仰甲，其实我无受教啦，啊，只讲我感觉我有祈祷安尼，会当互我做代志意志搁较坚强安尼。嘿，以上。感谢信良兄吼，咱嘛真欢喜哦，看到信良兄哦，伫10当前吼，10当前遮痛苦吼，对今仔日吼有开花结果，嘛感谢信良兄呢。好，过来咱后一首吼，是即个今仔日共款精彩吼。咱即首诗要邀请咱的读册班吼，Gina 吼，咱替人读吼。咱即首诗伫咱册年的即个96页，咱 Gina 请。今仔日共款精彩，麻布光互黄霜仔雨钓起来，这拄停卡的梦随风杀走，已经惯死无意识，欠醒头壳内的记忆，开始今仔日的活命。赶狂着急，车因徛一边，先莫上网敲找昨昏的你，桌仔顶的纸条啊，有几项线索，要互今仔日共款精彩。这首诗是较短啦吼，其实这首诗就较正面啦。当然我感觉人就是过程就是起起落落。啥呐？我最近应该是讲，毋是我咧教囡仔咧，囡仔人吼嘛是拢会拄着一寡小可代志，就是大吵啊，有诶无诶。我尾仔拢甲讲吼，我拢会甲讲一句，讲这是敢若是一个过程尔，一个过啊。伊尾仔嘛发觉讲吼，伊对呢，吼伊一个哭，尾仔后一秒。就笑甲足大声，就咧耍啊，咧四界滑呢。我感觉就是讲，无论是艰苦啊，啥尾也是当然会拄着代志，就拢会限伫一个无底诶落咧迄个山仔坑咧落水迄个落咧水坑啦吼。我要讲诶是讲，其实。咱年岁较有诶时阵吼，真都会对一寡失败啦，是讲错误啦，真都会看较开啦。我个人是感觉我较晚较开悟啦。我是个人感觉我较晚较开悟啦。当然尾啊，拢是因为我有写就是记代志诶关系。透过文字，吼，我。甲我这个部分较无好的部分，甲改进过来，我会当，就参像我会列一寡清单，也是讲一寡较正面的话吼，我个人写的，也是讲我个人爱甲你个人讲，我拄着啥物状况的时阵吼，袂当阁像以前安尼安那反应吼，莫敢若人讲的英文叫 reply 嘛吼，爱会晓 response， 就是讲。讲话啦，是讲咱的表情还是动作，莫恰牙恰铁铁展出来互看。这毋若是伤害着家己，嘛伤害着别人。所以讲我咧写讲，桌仔顶的纸条有几项线索吼。咱家记起来讲，无论是未做完的，未做了的记忆。嘛好，还是讲你想要做的物件，你甲写落来，开始今仔日的画面，安尼天公甲着吉拢先我写伊去徛一边吼，豆迄个敲碎，就是你要有留一寡线索，互家己互今仔日的家己，一步一步来，嘿，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行安尼，你想要得到的迄个得到的物件，其实会慢慢啊扣挖过来的。有诶时阵其实慢，
就是紧啊，吼。啊，写这是要互家己讲，其实我真正是高超凡啊，青光嘿，青光啊，就话时阵爱慢落来，嘿，啊，桌仔顶有几条线索是我家己留我家己的，啊，我会提醒家己，今仔日吼，咱爱认真过活，是安怎爱共款好过日子啊，尽量较正面的安尼嘿。对，大概以上嘿。拄则信用遐其实伊就讲着吼，就信用遐真高超凡吼。啊，则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吼，信用遐是几岁较发现家己会较有种高超凡的特质，还是讲恁的个有恁的迄个查某囝吼，敢嘛有即个敢嘛会高超凡？这个想要我感觉迄是遗传呐，我感觉迄遗传啊。啊，当然因为高超凡的人，伊的行动会表现出来。啊，某种程度其实会造成边仔人的压力啊。啊，我感觉这是较无好的所在啊，所以啊，当时会发现我高超凡，其实是应该认知咧，这件代志应该是嘛是应该是10几当前就开始认知啊。啊，只讲你认知了后，你会袂记住，啊，你会甚至你会唔愿意接受这件代志。啊，即摆我认知啊，啊，我嘛接受啊，啊，接受了就是爱看哪吼，看哪家己变较好诶啊，就是讲一寡无论是工课书还是私底下，就是莫甲即个讲话啦，讲话就爱像迄地定讲话就较。我爱甲你合适，这地定个这个叔叔家是真好，我拢有咧观察讲，叫我来做这吼，我实做袂来，嘿，啊，亲像一寡同事有少年辈朋友，我甲讲，伊甲人讲话吼，我可能做袂到，可能我个性嘛毋是安尼，啊，过我感觉伊安尼讲话方式，还是讲做工课的方式，做人做事的方式，敢若比我较好啊，嘿，啊，我感觉咧话时阵，就是因为话时阵高超的人，精神起来，啊，就会，我感觉有一些好的代志，愈较歹去啦。嘿，我个人是就是安尼看着我家己啦，嘿，啊，其实你若甲这方面改进过来，其实咱逐工就我现在讲，其实会拢会更较精彩啦。啊，精彩意思是讲，毋是要安怎，就是讲，互咱的人生，还是讲更较开满吼。迄毋是物质上的，就是讲心肝头的，嘿，大概是安尼。我感觉迄个信用遐吼，遮一直讲到即个高超凡即个特质吼，我感觉信用遐嘛有一种家己的方法，还是方式，还是讲即个找出的过程吼，转化做家己的一个力量。嘿啊，所以我感觉这嘛真值得吼，大家都去学习吼，因为我相信即个高超凡即个特质吼，应该嘛毋是，应该嘛真普遍啊，只是讲大家去安怎去看待，安怎去面对。安怎去甲家己斗阵相处，啊，所以透过信用遐安尼施作吼，其实就是真正是吼一面镜共款，系啊，我感觉真一直问家己真侪即种问家己真侪问题吼，啊，落去思考安尼，啊，所以嘛真感谢信用遐吼。好，安尼咱接续吼后一篇吼，咱是咱即个。愈读地图的即拍的最后一篇吼，是即个马武跟腰袂能够的诗吼。啊，即篇伫106页到107页吼。啊，即首诗吼，咱要邀请咱的读册伴吼小嘉吼来甲咱带读。安尼我甲时间交互咱小嘉请。马武跟腰袂能够的诗，原作你会讲延续，原作你会想坚皮。我无应该骄傲遐，我搁在学习的物，我的心定着爱搁较快，亲像我抬头超找你的影。阮伫遮自责，
守候你的阳光，坚信伊伫天里保守地里的阳群。阮的实无欠客，头前有你引带。愿今日的工伫麻木光还未临到的时，阮已经精神迎接。愿遐要伤阮的人，继续顶面赦免因。安尼今仔日阮无其他的愿。这其实其实有两部分啊。其实小可头到尾其实小可对袂啥对。啊，我要讲是我死着写咧就写咧吼。伊尾啊，我先讲尾头尾啦，尾啊是讲，其实嘛是，就亲像我头前讲，就讲希望，上帝来处理啦，处理一寡较上阮的人吼。啊，这嘛是希望上帝来出手啦，愿遐要伤阮的人继续顶面，继续困啊，你莫互伊精神啦。吼，啊，莫来甲阮伤害，其实伊即摆来讲是讲颠倒病啦，讲希望遐伤阮诶人较紧精神啦吼，甲阮做伙来对抗啦，这是尾句迄落尾句啦，头前就是讲，咱欠，其实我心肝头嘛是欠缺讲，感觉有一个欠缺啦，就是讲，阮咯吼，无人甲我引带啦。阮搁咧学习一寡物件，搁阮无看到一寡成果，吼。我希望讲恁上帝会当来甲我斗相共。其实，我讲的讲，想吼，其实要行动，有诶时阵就是。比别人无比别人较厉害，嘛无背景吼。通常是就是爱等麻木光还未临到诶时，就爱去行动啦。其实伊诶诗句是安尼，搁其实伊诶标题是其实是我想诶是要安尼写啦。我会当延续做你诶工，继续坚持落去。我无感觉，我嘛无，就算我。比别人较早起我嘛无感觉足骄傲，搁我就是我骄傲的是，我搁继续行动，搁继续咧吸收我的物件，无想就袂去做，干那想无做，嘛共款落尾啥物拢无。思考吼，即马现主席做的工，安那正做现主席的我，啥物意思咧？是讲。目前也是讲，迄几当前我写诶物件，我即摆来看，迄就是我过去我所做诶工，较有变成我即摆诶我。当然啦，当上帝你有来甲我引带，我即摆现主是我来看即首诗诶时阵，就是我感受诶，就是讲，迄当阵我无放弃，我嘛无继续写吼，继续行动。迄阵阵我感觉是无人甲我引带啦，搁我相信上帝头前你永远会来甲阮引带呢。还未麻木光还未临到诶时阵，我会开始行动，我已经精神啊，我迎接吼，开始做阮诶工。遐所有会伤阮诶人，批评阮诶人。希望伊继续顶面，莫来搅乱我。我会比因为因搁继续咧困，我已经开始咧行动啦。赦免因，赦免因。今仔日阮无其他诶忙，阮会继续行动。其实是咧，就是其实你若有咧走马拉松吼，因为阮走马拉松下话其实拢是，你若走较长途诶，都甚至1点就咧走半暝1点4点就咧走。迄阵阵我拢会想着即首我麻木光还未临到诶是即句话啦，就是讲，其实对我骄傲诶是，我比别人较早行动，
早精神，啊，我会当去完成更较济代志，啊，遐佫有人咧困啊，遐人咧困，其实是当然心理需求，迄另外一件代志，讲我要甲上帝讲的是讲，上帝，我比别人较拍拼的，啊，请你甲我引带安尼，互我去正确的方向去安尼，啊，反正就是遮尾啊，遮几首诗，某种程度是咧算是我对宗教啦，好，还是讲对上帝，还是讲妈祖啦，好啦吼，一个告解啦，啊，嘛是透过祈祷，还是讲甲迄个神明咧讲话，就是追求家己的心灵的治疗啦，治疗一寡咱一般的较无法度顾会到的所在啊。嘿，人讲的有讲的，就是我袂去看一本册讲，咱人生有5个所在爱去你去顾的嘛，就是一个叫 spiritual 嘛，心灵，就是讲心肝头的心灵嘛吼。啊 ，P 是 physical 嘛，心理就是爱练身体嘛吼。啊 ，I 就是 intellectual， 就是爱阅读啊，有帮迄个思考嘛。R 就是 relation， 就是甲人的关系嘛。E 就是 emotion 嘛，情绪嘛。其实情绪放最后啦。其实伊迄是要斗迄英文名词啦。只讲我要遮讲的是，遮尾啊几首诗是某种程度是符合，就是心灵的部分啦。写诗的人，我感觉某种程度这部分爱较健康小可。比一般的人，一般人吼，爱较健康的健康的小可。嘛是小可调工写这是某种程度要治疗我家己啊。治疗家己心肝头较无健康的一部分，大概是安尼。这第1集安尼，好，非常感谢信良兄吼，甲咱分享吼，咱这精彩的第1集吼。咱第1集吼来去旅行吼，拢总吼有扣56首诗啦，56首诗。咱今仔吼是简单吼，咱有经吼为内底经8首诗，来带大家来带读，佮有作者来分享。所以若是讲吼，对咱即拍的内容，咱即个对信良兄吼来去旅行即拍的内容吼，有趣味的吼，非常欢迎吼，大家会使注文吼，会使上网吼买即本册吼，或者拢是阮咧黑白相，拢是阮咧黑白相。安尼若接续咧，咱特别进入咱第2趴吼，第2集吼，拢是嘛是册名吼，拢是阮咧黑白相吼。即趴要去讲吼，咱就请咱信良兄吼先。简单吼，甲咱做一下回头，信良兄请。伊迄是黑白相，就是讲其实有时阵写诗，你经的题材啦。我是讲伊写作，我讲写作的部分就是黑白相，无论是讲要虚构小说会用虚构，黑白这部分就是爱黑白相。咱讲的 imagination 就是想象，你当然你爱去觉察的力头，有觉察的力头，意思是讲你觉察一件代志，正常人看是安尼吼，敢若无啥无啥物物件。过你也有你的眼界，爱跳脱一般人的眼界，当然你若有工程的迄落一寡工具啦吼，我讲的工程就是一寡工程的思维啊，一个系统的思维。你安怎想？因果关系吼，因工程某种程度是因果的关系，因果循环的关系。人生也是讲一寡生活当中，有诶时阵会上空上放，安怎拄安怎嘿。我感觉这就是趣味的所在，某种程度是趣味啦，生活的趣味。毋是白死死安尼，有诶时阵生活的趣味，就会互咱过较轻松，较袂遐有压力安尼，做一个较莫动起病啦心病爱就是生活工课，还是讲人生的一天24小时安尼，莫白死死安尼。所以
嘛好加在是讲我的个性袂顺就是较某种程度我另外一部分的我吼，会较热啦，会较热，袂顺会迄白目性会常常会毋知影会哪样会走出来，就是囡仔性啦，会走出来。我感觉就是有几首诗有符合我拄则讲的遮物件，我就甲拢捡起来，做第2集安尼，大概。好，咱第2集吼，咱头一首这首诗吼是即个当时啊写诗吼，当时啊写诗伫咱册年的142页。咱这首诗吼要邀请咱的读册伴文如来甲大家传唱吼，来文如请。当时啊写诗，当时啊写诗，毋是要甲根片扛落来，继续流血。当时啊是要甲内底人揪出来，连锁动高高咧，好带包包咧，后摆袂阁疼，甲流目屎切开。当时啊毋是超工甲入神的营业拍醒，是惊袂记得甲心肝迄拍电话点倒。当时也是华语的原来的意思啦，吼，有的人可能毋知影。内底封带就是伊叫啥？华语叫绷带。我画上就是想讲，我爱写的，我自头到尾我是无认为讲我真正是咧写诗，还是讲我感觉我无完全理解什么叫做诗，还是什么人叫做诗人安尼啦。这就是对写诗的理解做一个解说安尼。我感觉就是讲画时阵吼是上无做以我的偏见啦吼，我个人感觉是偏见，就是讲应该是要有一个责任，就是讲实在话啦吼，莫咧晓尻川讲迄足气骹蓝白甲花，当然对啦，种蓝白甲花，我感觉迄是一个气骹，过迄毋是，迄应该毋是写诗的人，还是讲你写，莫讲写诗啊，你写甲遮文字写落来的核心啦，迄无应该是蓝白甲花，应该毋是迄个文字和你的文章的核心，应该毋是安尼，应该毋是讲互中文系来甲你讲，这个道具，还是讲安那互偌水拄偌水，过你拢讲迄偌水拄偌水，过伊的核心。伊要所表达的物件，你拢放目，拢甲显角，还是讲调工无去甲看，因为考试袂考。我个人感觉讲，以我的认知来讲，偏见嘛好，写诗的人是讲应该爱讲实在话，吼，爱甲一寡无正确，还是讲有错误的物件，吼，所以讲我内底有人爱甲摘出来。安尼较好诶字啊！科学嘛是安尼啊，理性诶医学嘛是安尼教，科学嘛是共款啊。你要有错误好我都修正啊。毋是调工甲人立线诶营业拍醒，是惊袂记得甲心肝迄拍电话倒。意思是讲，咱诶。心肝头的认知，还是讲，拢互一寡无正常的物件有无？无正常物件，即摆现主是社会就无正常变正常啊，正常的变无正常。这实在是足，我感觉就参像进前有人讲咧，有一个迄个生态电机教授，迄伫中县有在讲吼，一寡足有名的华语作家你啥那罢免的时阵，联署的时阵，无去。联署啦，就算伊第一阶段无找你，你第2阶段你嘛能公开伫面册发声啊，讲我支持啊，啥怎
无啊，无拢啥物拢无讲话啦，啥物拢无啊。哦啊，因为我是第一阶段联署人找我，啊，当然我是来讲吼，我毋是做有名的作家嘛，吼啊，过你找我绝对同意啦。这个毋对的代志嘛，咱有迄义务嘛，咱有迄义务，咱对土地有爱，较去联署嘛。因为咱敢讲正常的话，讲正确的话啊，这才是自由嘛，系啊。咱这也无摕到啥，无就是落命，咱的阳光啊，上帝互咱的阳光嘛。我讲就是回转来这首诗就讲，当时啊写是原来写诗是安怎拄安怎。过吼，我目前我读着啊，无几言呢，我毋知呢，我可能我个人的偏见，我感觉就是，就是写诗应该是安怎，这是我个人的定义。某种程度，这首诗是我对诗的定义，应该是安尼，毋是安那。但以上。好，非常感谢信良兄吼。好，安尼咱后一首吼是即个白痴的诗集，伫咱册年的143到144页。咱即首诗吼，会邀请咱的君娜来替咱带读吼。安尼个时间交互君娜。白痴的诗集，悲伤的色水，百丈目睭人。咱的青春嘛已经无看见，才会用歪拽的语法来表达我的爱。你送我的物是一种折磨，才通测度咱的爱三里有偌远。路南的火车要安怎解读我的诗？还未听到你的回答，我已经摔落去果纸必顺的所在。下头的火车，前头啊蛇过，等一下，爱是一种独裁的美。气角的思恋，你看我看你的角度，愈起愈大，安怎就拢斗袂忙？甲你的骹只无细字拍无去，无法度或者迄咱伫意的热人，这份笔墨无水，家己纸你甲喙痒痒。看见你偷偷啊切桌顶的迄块玻璃，我的指模搁印伫顶面，迄是我伫你世界剩无偌济干净。隔壁千份人苦劝我，搁再写批互你，讲你无法度干涉我干涉你的自由。所摆，我才写这本无你的诗集，无法度送到你的手。一本白痴的诗集。这首诗是较就是小可咧较写迄个真乱的啦吼。某种程度就是嘛是利用诗啦，这种物件吼，这诗集的物件因为拄侪人写真诗嘛吼。我嘛读袂少啦。某种程度就是写这就甲过去做一个告别因为查甫朋友迄个分开了，通常啦，较正常的啦吼，较正常的应该拢袂记名啥物联络的方式拢无啊，除非是去 Google 者短信用即马目前有出者安尼尔。我要讲的就是讲，我是甲当做一个笑话嘛是当做一个甲过去告别一个方式。当然是小可写诗啦吼，我即摆写诗互你安尼甲你讲的话，你毋知有，应该你袂阁听着过去的记忆吼，呾剩迄个纸模印伫顶面，互迄块玻璃，还是讲伫倒位剩纸模尔，剩无偌济感情，就是安尼其实是某种程度是咧甲过去讲无完的话，还是讲顺续回顾过去甲一寡代志轻轻的，透过这首诗安尼甲结束安尼。这本诗集无法度
送互你安尼吼，啊，一本白痴的诗集安尼，嘿，无收，无人买啦吼，无人买啦，啊，你嘛袂去买安尼，嘿，一本白痴的诗集，小可，嘿，小可甲过去安尼甲结束掉，嘿，以上。好，感谢新娘兄的分享吼。好，安尼后一首诗吼，即个退稿吼，伫咱册年的146页。啊，咱即首诗吼，要邀请咱的读册伴小嘉吼来甲咱带读。安尼咱甲时间交互小嘉，小嘉请。退稿，算袂清，互你退稿的诗有偌济，一首搁一首，我自私对你的展望，是爱恋的高度无够，拍袂开锁条条的心房，掠袂开冰山的假面。假使愿意一字一字斟酌，埋伏伫身边的青仔丛，定着见效。乌阴的天面，目呢转做空的笑容，笑我歪出的笔画，有海的韵律，一影一影，征服一幕的教科册。假使愿意一句一句听看卖，特定的不输鬼，早日找到爱的定义。青冷的目神，看透丝拽的温柔，打平我起阵的声线，一声一声伴走你我人生的冒险。这首其实是退稿，就是小可其实甲爱小可嘛无啥关系啦。啊，退稿就是某种程度是无论是写文学奖互退稿，还是讲对人对事互退稿共款啦，吼，退回啦。啊，这拢是人生，拢会就亲像我一开始就讲，拄着人生会有着一寡失败啦，吼啊，失败甲一寡莫讲错误啦，是讲拄着家己不如意的代志，不如意的代志啊，其实拢是某种程度拢是一个冒险啊，咱到底会因为安尼去抽退啊，莫搁向前嘛？其实是袂啦吼啊，某种程度是咧甲家己讲，继续行啊，继续写啊，因为是毋是爱恋的高度有无够，还是有够？其实你对家己上知影啊。就是爱继续行啦，其实某种程度是我小可咧家己讲，爱继续行啦，无论拄着啥物人生无如意的代志，就亲像写文学奖啊，是讲任何代志啦，从拒绝也好啦，对事对人拢共款啊，莫感觉歹势吼，莫感觉歹势，就算拄着一寡。就亲像我诗内底写的，乌阴天，乌阴的天目面，天面目面变做空的笑容，就是其实迄拢是一个过程，伊一个啊，歹天，一个风台天，其实隔工伊就出日头啊。我感觉就是莫互一时的互人拒绝，还是讲失势啊来抽退啦，嘿。啊，继续冒险，其实咱会愈来愈坚强啦，嘿，啊，才会踏平我起阵的声线，嘿，其实家己会惊啦，过其实一步一步行，嘿，啊，跋倒嘛莫惊安尼，嘿，大概是安尼，嘿。好，感谢新娘兄的勉励。安尼，咱接续后一首吼，即个认罪认罪伫咱册年的185到186页吼。安尼，咱即首诗吼，要请咱的读册伴文如吼来甲咱带读。安尼，咱甲时间交互咱的读册伴文如请。
认罪，你阁无要承认，我已经看出，对芳芳来冷风硬拖你落床，毋愿放弃的双手，甲闹钟仔扭大扫。伫认输进前，你总是失去胜地，事后无承认粗残的暴力行为。紧起来啦！圆甜的棉被轻声细碎安慰，惊吓走搁在追梦的你。若是伤早起，是毋是会袂记家己的誓言？豆豆仔失去烧热的体温，伫黑暗分袂清东南西北，想要帮赞你野一寡日头光，引带路途，伫你宣告投降进前，梦里起床洗肠，你斟酌看，镜内你敢阁有走散的灵，或者是斗毋着所在，你斟酌收起喙手，你要袂记家己的岁数。亲像坠落时空旅行，恋情仔搁一摆企图搅扰你，伫你结束伊生命进前，互伊好好啊大声诉苦，代替替代你无要承认的软弱。你讲，阁无要承认？我已经看出。其实这首诗嘛是算是对家己较严格啦，吼，应该是讲对家己较严格，就是我一开始应该算第一集吧，就咧讲，拢会对家己交操烦啊，有时阵会对，互家己伤过歹过啦。应该是讲，我个人感觉袂啦，啊，只有身躯边的人会安尼认为啦，就讲，有时阵歇骹一下吼，其实是无要紧啦，啊，暂时休困啊，其实迄毋是认输嘛，迄嘛毋是投降啊。啊，搁我为什么某种程度感觉讲，咱应该是讲厝里咱的传统的家庭教育，父母互咱的教育，其实是查甫囡仔吼。袂当哭啊，袂当讲，就是爱较严硬啦吼，啊，较硬斗诶，爱较硬斗诶，啊，袂当讲失败啊，袂嘿，安怎拄安怎，啊，佮其实是，就亲像我头一首诗讲诶，退过，咱人其实拢会拄着一寡，尤其是出社会了吼。啊，一寡甲人行搭较袂济行搭诶，拄着一寡无互生命嘛好啦，啊是讲一寡较竞争，吼，啊，咱有诶时阵拢想要求较好诶，啊有诶时阵小可休困，也是讲人忝诶时阵，难得啊用比如咱全一日恋情啊。我几点要起床，要做啥物代志，拢规律。我时间管理拢规律，甲足好。咱诶计划就是安尼嘛。啊，佮做袂到诶时阵呢，会批判家己。啊，这基本上就是一寡心理迄落毛病出来。啊，就亲像我这诗写讲，你搁要承认哦，我已经看出来。啊，冷风会拖你落床，啊，你根毋愿落床，啊，搁要继续困，继续烂，安尼，其实迄真正是安尼啦，讲紧起来啦，哦，圆甜的棉被，轻声细碎安慰，惊吓走你搁咧追梦的你搁咧迷梦啊，啊，这个梦呢，是虚的啦，你咧做梦啊，啊，若伤早起，伤早精神吼，你敢会袂记家己的誓言？豆豆失去的小暖的体温吼，分袂清东南西北，吼，啊，噩梦，夜一寡日头光，互咱较身体温暖的。
应带上帝应带，伫咱宣告后项正经，吼，请你认罪，你即条路你要继续行无？嘿，这就一个心情伫遐啦，吼，啊，就去洗面啦，洗手去，洗喙去啊，看镜，就参像我进前有写一首诗镜嘛，其实是迄个延续啦，就是讲你去甲你，阮老爸拢会讲，甲你去照镜照看觅，你喙手偌长啊？意思是讲吼，咱的岁数偌长啊啦，啊你搁遮毋捌代志，搁遐毋捌事安尼，啊乱情啊，搁再一摆，搁再一摆甲你交了。这乱情啊，意思是讲，毋若是你设定的乱情啊，我叫你几点起床，伊某种程度是咧代表讲，你这个人的性命线吼，你甲摕一支尺啦，就算你一支尺吼100公分好啊，然后100公分就100岁嘛吼，啊这行到倒呀？你这你甲切度一个，你甲刷一个，你即摆行去倒呀？啊个问题是毋是每一个人迄支尺拢是100公分呢？吼，啊个讲，你个要承认，我已经看出啦。啊，这某种程度是小可负面啊，小可。莫讲毋是，其实已经无算勉励啊啦，啊只是讲小可家己讲吼，你莫搁浪费你的一寡性命伫无重要的代志顶悬安尼啦，所以讲黑白相吼，毋是话术，毋是轻巧的，只是讲黑白相是较严肃的，这大概以上。我感觉信良兄的诗吼，因为拢是对家己讲话吼，所以互读的人吼，就是感觉袂遮插。因为这吼有时啊像遮话吼，若是讲对家己身躯边的人吼，讲遮个话吼，其实吼定拄对方嘛无一定听会入耳啊，可能嘛会有点仔方便吼，啊毋过透过这信良兄伊对伊家己的这讲话吼，其实我感觉讲。读者吼，真正是会使为内底吼得到一寡对家己生活的一寡个思考，嘿，这嘛呀，真赞。好，安尼咱后一首即个缩题吼，咱伫咱册188、189页吼，啊，即首诗吼，咱要邀请咱的读册伴举娜来甲咱带读吼，安尼咱就甲时间吼交互举娜请。缩题，毋通问人生的缩题是啥？迄是无通解的未积分方程式，总是想要交一张无入格的成绩单，下过中年的户顶，通捡南山的基地，豆豆搭做100抽象画，互时间拖长的影，免家己看做孤单，免计较多样的寸尺大细各样，免计较色水无符合古早的保守主义。有时嘛爱用少年时笑开的手路，虚构演过幸福的梦，打造未来的奇迹。有时故事伫落雨天，开始一字一字抹落来，一时滚亮的记忆无才调收煞，亲像无法度坚皮的空喙。有时枪棍的热情，有济无法度对应的情绪，简单家己知。时间催逼分离济对天的分身，就爱顾四那的美丽，完成一个搁一个记忆，嘛遗留一粒搁一粒也未不厌的经济。青讲的中年人要安怎面对？请承认啦，面对做袂了的宿题，压头情绪，常定义中年伫时间线的位置。这简单要转去时才知，
总是莫袂记，伫人生的清单上尾条，爱继续去一个搁一个青云的所在旅行，超找甲咸酸甜的相宜词，这才是唯一的宿题。这其实这系列的诗，其实某种程度是代表我迄阵阵对，莫讲中年啊，可能嘛是有啊，就是对家己的未来的方向到底是啥物啊？我人生的我是念属地啊，是啥吼？啊，当然我一开始从第一集迄首诗旅行的地图，我这个地图我到当嘛毋是讲到当，就是讲方向对啦，是讲我迄当阵写的时阵，我阁毋知影到底是安怎完成我个人的成绩单也好吼，咱讲成绩单啦，嘛讲成就啦。啊，虽然是讲这有小可现实，毋过我感觉迄就是爱去面对的啦，啊嘛爱讲互家己知影做一个交代。嘿，啊，即种代志当然是拢家己的啦吼。当然你过顺，你若结婚生囝，迄当然你也有一份的责任。迄嘛是你人生的宿题之一个。啊，只讲咱对我来讲，就是讲诶思考，到呾行到人生，我拄则讲诶，100公分的尺嘛，行到倒位啊？啊嘛无一定会行到100分啊，嘛无一定会到100岁啊。啊，台南以统计来讲，87啊，敢87啊，86个台南诶，台湾诶查甫啦吼。啊，这就是互去思考即件代志，讲生命即件代志。啊，谁会想这个？其实咱现主时诶人，上无是我身躯边我感受诶啦。我讲莫讲台语课啦，我讲就是我身躯边厝边啊好啊，是讲厝内诶人，还是讲工课场所遇到诶人，因诶看法甲我诶看法到底有啥物种差无？啊，当然每一个人清单吼，我讲的这清单爱去做。啊，有的人嘛无一定有个清单哦，但有的人就是一工戆我过日子，敢若讲我已经足拍拼咧过日子啊吼。啊，我感觉这嘛真好啦。啊，只讲我爱去冒险，就参像我前几首诗写的，我讲爱画上，咱爱去冒险。啊，当然我嘛无感觉讲我冒险的做的代志有偌冒险啊，我嘛无安尼感觉，只讲咱有法度去发出即个骹步，嘿啊，嘿，就是虚构因过幸福的梦吼。我感觉是嘛，毋是讲虚构啦，是讲咱重新去解说，过去所经过的日子，啊，互一个咱会得过的解说，啊，互家己会当验证，啊，打造未来的奇迹。吼，啊，虽然是有时故事伫落雨天，吼，啊，一日一日播落来，迄就是讲，我意思是讲过去的物件，佮甲你转来甲你扣啦。所以讲，一时滚冷的记忆，无在条收煞。咱人吼话时阵，拢是因为咱做代志话时阵，拢是因为过去的一寡物件甲束缚掉咧。啊，你无法度搁做较好，足侪拢安尼。我的观察是安尼啦。啊，这拢是一个爱对，所以我讲，我定定讲，爱去认捌家己啊。因为认捌家己，你较法度去表现更较好诶，咱互家己更较好啦吼。啊，所以，吓，啊，即个属地就是，其实我是有咧一寡真正是
像我诗句写卖袂记伫人生清单上尾条，当有咧足侪条啦。啊，个上尾条就是讲哦，爱继续吼，去迄落继续旅行啊，继续去突破家己嘿，啊，继续行落去。我感觉这就是嘿人生你可能找无着答案啦，啊个我感觉就是去继续敲找啦，嘿，人生就是继续敲找，就是上尾有想要讲的物件，嘿，以上啊。好，非常感谢信良兄吼。啊，以上吼是咱第2趴吼，拢是阮咧黑白相即个主题吼。咱有顶即个5首诗吼来作者来甲咱分享吼。啊，伫咧即趴吼，咱其实吼有扣迄62首诗62首。啊，今仔敢若为内底拣5首吼来遮甲大家带读啊，佮有分享。啊，所摆吼，若是有趣味的吼，咱即本册吼。咱会使来交关吼，咱内底吼，佫有更较侪类似的即个方面的思考吼，啊，即方面的主题吼。好，安尼咱接续吼，就是要进入咱今仔日吼，咱册第3段吼，第3趴吼，即个花草情。啊，伫咧花草情遮吼，就是要先请咱信良兄吼来甲咱开头来甲咱分享一下。信良兄，请。因为第3集吼是，其实第3集写花草这个物件，其实我个人是无遐侪时间，我应该是讲吼，我对这其实足兴趣，啊个我嘛有咧家己咧种物件，啊，就是有时阵食泡面吼，咱去花骹去烤一寡迄个人参甲迄个叫啥，恰的樱草。啊，佫一寡有诶无诶，会当来加食面诶啦，免去买啊。啊，某种程度就是趣味，我感觉就是趣味啦。啊，当然，我一开始转来台南诶时阵，就是有咧较上关心诶社会运动之一，就是环保啊。啊，迄阵阵就是有一寡社团啊，啊，佮尾啊拢甲撤掉，拢。我讲迄话，环保社团拢是到当我感觉拢怪怪啊。啊，这万先莫讲，是讲我对这就是花草这较大自然物件是较介意。啊，这嘛是讲着我是安那迄阵阵就是白烟做工过啊，去石头路啊，去做步道，去爬山，是符合我个人的性啦。嘿，我介意去甲大自然安尼去行踏呢。啊，写这一寡花草话的时阵是，啊，佫有看到咱人吼，因为你若有迄阵阵我伫国外咧，迄落伫无出差也好，还是讲伫遐生活的时阵，我感觉国外对迄落树仔的维护实在是太好诶。啊，对照咱台湾即地的意识，还是讲知识吼，实在是足差诶啦，非常之差啦。啊，当然有一寡历史诶缘故，啊，这莫讲啊。啊个就是透过书写诶方式，会当算是某种程度嘛是治疗我家己啦。啊，嘛希望讲有较侪人来看待即件代志安尼，嘿。啊，对啊，我嘛希望我以后会当真正是会当开较侪时间伫大自然这个所在啦，嘿，对，以上安尼。好，安尼咱花草情的头一首诗吼，即个无人知伊的下晡，伫咱青年的233到234啊吼。咱即首诗吼，咱就请咱的读册班小嘉吼来甲咱带读。小嘉，请。无人知伊的下晡，当拄花期，花开了水水芳芳，工人看无目地，无就是假做无看见。钱生活是应单，干恁娘钱遮济，钱遐济，透中昼修剪花草，树仔，要死毋去边仔死，芳袂富彩的花芳。
无留一句歹势，无留一寡未来的愿望。花芳袂赴探到这无人伫伊的下晡，因的名七里芳、翠罗莉、金露花、白玉兰、含笑、桂花。斟酌看，有一丛内底阁有一个鸟仔树，毋知敢有未破壳的鸟仔无？工人配一喙槟榔汁伫花台，诚做命案的干净。看会去因过路人袂？记者有兴趣报告无？一堆人人嫌顶地花叶枝骨，赤影影的热人，踮啊甲烧青青的烧气，让人青光秘伫有黄的所在，找找一个求生路线路。匹马叫的电鼓仔爱唱，替城市伫要拍无去的自然化声。这首诗是完全是小可有情绪起来，迄是安怎呢？一明明就是热人的天啦，迄阵时热人，迄个8、9月就惊风台嘛，迄个惊过风台到嘛，就所以政府就派迄个私人的公司就开始插树啊，迄插树啊就拢斩头的啊，你看起来就是起毛机完全是做无。拢压起来，佮热人啊！你要修正，你嘛好啊修正，你无大劲，迄鸟仔，迄阵阵有诶，佮有咧做修诶，迄白头壳啊，佮咧做修诶，你安迄鸟仔修，你嘛较好心诶，你嘛看下有顶悬有卵啊无卵，互伊啊无你嘛，就是有卵你嘛甲刷走，无啦，我就看着就是就拢错啊。就规个鸟仔树就拢变去嘛。白头壳两只白头壳，你注意看，白头壳拢是相对的啊。甲乌秋迄个客鸟啦，毋是乌秋啦，客鸟拢一对的，你注意看，拢一对的。两只就咧老爸老母咧开始找树，所以人进前人迄一首歌叫做什么？有一个就是找无树的一首足悲惨的歌，迄种。歌名向袂记着。一只鸟啊，好啾啾。对啦，一只鸟仔好啾啾啦。迄个有影就是安尼呢。迄鸟仔囝，大概迄点仔甲烧烫烫有无？规拢烫，你著看迄规拢白色啊，你敢知？所以讲这是足含外的见证，所以讲要写要做命案的干净啊。我讲迄工人。树啊剁来了，讲嘛嫌热啦，就倒伫边仔咧开始咧拉咧，倒伫边仔伊迄树啊，有小可黄的所在，所以讲其实这嘛毋是有影是诗，无影是诗啊，只讲是现做一只足写实的物件，就甲写落安尼。我感觉是足大的问题啦。这首诗其实嘛是讲着我想要出新的绘本，就是《潮水秋王公》。迄就是我真伫这个议题啦吼，这个议题其实我感觉较无人伫其实有人伫话时阵嘛，拢会黑白创，就参照前2天国民党个立林，你甲找，我今仔有写一篇，我用本名找。我今仔有看，伊今仔透早看诶，伊就是要用迄太阳能啊，讲什么以后什么所在袂当去太阳能迄个电棒啦。我感觉我拢是这真是黑白舞啦，该做诶毋做，该抵诶佫毋抵，就是我所讲诶无正常变正常，正常诶人无变无正常，这实是足痛苦诶一件代志，就是安尼。听当拄火气啊，火开了水芳芳，工人看无目地，无就是假做无看见。钱生活是云端，啦错干你尔。所以讲，这是真正是完全的气氛。我另外一个我就完全压起来，迄个心识性的，就是我完全消失无去。透中道。
啊，修正花花草草，树啊要死，毋死去边啊！哦，迄个，你会让看出我的用处就是我迄个歹清醒的我吼，完全会压起来，我无法度忍受种物件。嘿，啊，工人配一喙槟榔汁伫花台，正做命安尼干净，看会去因过路南北。哦，记者有兴趣报告无？嘿，一堆人南乡顶地的花叶旗骨，赤硬硬的热人，点仔甲小清清的烧气，通人青光美丽有光的所在。这写足讽刺的，就是安尼啦，种你也嫌多，你莫出门啊！啊，你搁为了要你搁秘伫树仔骹树仔风台，我感觉这是咱人的公民的素养，其实也是真正也有对袂着，对袂着，嘿啊，对袂着，嘿啊，这是这首诗是较恰牙牙啦，嘿嘿啊，嘿，大概以上。好，感谢信良兄吼。好，安尼咱接续吼是咱今仔日咱上尾一首诗的带读个分帖吼。啊，这首诗是薄荷口味的薰草。啊，伫咱青年的264页。啊，上尾一首诗吼，要请咱的读册伴温如吼来甲咱带读。安尼接续吼，来把时间交互咱的读册伴温如请。薄荷口味的薰草。时间的营养，甲地田的光砍掉。当底若看位巷仔外的景致，若拄久，常常毋知当时寄付的思念，对一阵傲慢的西北风刺我。我袂赴热早，心肝压甲澹漉漉，认袂出你的面模啊！远远的话句，叫人呼声，小看青冷，小看寂寞，毋知渡过几个热人，咱的话对咧褪色，看无的是一个仔乌，一个仔白，毋知影是真抑是一场梦，无讲再会，嘛袂赴讲。剩稀微的呼声，蓬蓬影的乱梦，四处围仔无男无女的景致，豆豆仔精神，赶紧找迄包薄荷口味的薰草，卷卷咧，搁再甲心肝头蓝山的挂碍吐出来。这首诗是因为我以前有咧食薰啦，差不多囡仔出世就拢改啊，迄阵阵会使薰拢会想着会使，因为伫国外嘛，迄阵阵伫国外嘛会去买迄有迄光薰的啊，会买较花草较会竖起来会较美青的吼。迄个时阵某种程度就是想讲，这是互家己较无好的物件，透过私薰即件代志，透过私薰即件代志，互迄搁代谢出来安尼啦，吼，所以讲，卷卷咧，搁再甲心肝头，蓝山的挂爱吐出来，互迄有薄荷口味，薄荷口味的吼，这薰草，较互家己较精神诶。过去的营养啦，时间的营养吼，互伊搁爱代谢呢，就是咱做侪物件，就是过去拢，所以讲，这拢是一场梦啦，毋知是真还是一场梦。当然是真啊，只有的时阵是咱毋愿意承认尔吼。其实话的时阵是无讲再会嘛，袂赴讲再会啦。过总是爱甲一寡赶的，就是我讲的放下啦。其实是爱要甲家己讲放下啦。话的时阵物件
过去的物件，已经咱袂赴过去也早啊。虽然是竿头，已经淡落落，啊个咱嘛仰望上帝，佮也一寡日头光吼。啊，伫遮咧就讲，我来数一个有符合口味的，甲伊代写出来。嘿，大概是安尼，若是要互，佮互家己。应战啊，莫互过去一寡煞北掉咧，主要是要写这啦，啊，迄拢是，其实拢是济物件，迄拢是一张西北风尔，吼，你西北风一下就过啊，迄敢若是一个过程啊，你若无讲再会嘛无要紧啦，啊，就算白虎讲嘛无要紧啦，吼，咱就重新搁继续去行。以上嘿。非常感谢信用兄吼，今仔日的分享吼。今仔日吼，咱读的这本诗集吼，拢是阮在学白想吼，内底拢总有超过150首诗吼。今仔日咱是部分精选，算是精选，大家拣一寡诗出来吼，来请读册盘带读，啊，佮有信用兄分享，互大家了解吼。若对这本册有趣味的吼，咱嘛非常欢迎吼，会使各位吼，会使上网吼，拢买会到，也是一般咱册店吼，嘛拢买会到吼。咱今仔日吼非常感谢咱3位读册盘吼，啊，佮有信用兄精彩的分享吼。咱上尾吼，佮有一寡等下吼，等下咱佮有即个Q&A 吼，迄个 Q&A 即个咱来留一寡时间啦，互大家有 Q&A 的时间。伫遮要 Q&A 进前吼，我先信用兄则先休喘一下吼，我先甲大家分享小概咱协会办理的活动吼。好咱今仔日大家来参加的吼，是咱即个全台语的讲座吼。咱协会除了全台语的讲座以外吼，佮有即个台语文的课程，佮有台语开讲会、台文的读册会吼，咱这拢是逐个月吼固定办理的。若对这台语活动有趣味的吼，欢迎大家上网敲找即个台文博览会，也是咱遮手屏下底吼，即个 QR code 甲扫落去吼，拢会使看到遮相关的活动。下底咧是咱即个月吼11月吼所办理的活动，再来甲大家放送吼。咱即个月重要的活动吼，就是咱即个2025单类台湾武学节。吼，咱即个武学节吼，咱一个月9月期间吼，咱伫咧府城、打狗，佮有咱线顶吼，拢有逐礼拜吼，拢有办即个纪念性的纪念活动吼，主要是要咱纪念咱即位迄个台语文的先行者吼，咱即个陈雷生吼，咱陈雷生因过台语文创作30几档吼。自44岁吼，也必起吼，到打吼34档，30几档吼，伊伫咱今年吼6月27吼，咱无拄好过身去吼，所以咱伫咧11月起吼，咱台湾博览会甲咱迄个台语文的即个优质吼团体吼来做伙来办理即个文学节活动吼。后一场咧，后一场伫11月30，咱伫咧咱台南遮吼有一场即个台语单位吼小说地景的即个导览因为咱嘛知影咱单位吼是台南满岛人所摆吼伊伫伊的小说作品里吼有济即种关于种土地吼会书写吼，拢会写到一寡地点吼。咱即届导览吼，伫咧台南的市区遮，台南的市区遮，有头2点钟会带大家去行一寡伫咧小说内底吼有出现的一寡地景所以非常欢迎吼，咱11月30吼，非常欢迎大家来报名会使来参加，甲咱做伙去行大家单位的地景吼。好，过来是即个开讲会吼，咱这张拄办煞吼，咱这主要是要招大家吼来做伙来线顶吼，提供一个台语的环境吼，甲大家做伙交朋友开讲。好今仔日大家来参加是即场台文作家系的讲座吼，咱今仔日讲的是即个拢是阮咧学白想吼，即本诗集吼咱协会吼除了即个台语讲座，除了即个咱一个月一场的作家系列讲座以外，佮有即个
台文家时面的即个系列讲座，系啊，咱即个讲座咧，咱2个月一轮吼，主要就是要小解即个台语文现代化的家诗。后一场咧，伫咧11月17，就是明仔载，明仔载就是即个8点到10点半吼，是咱的即个发起人吼，即个私立法的拍台语私立法的发起人、创办人吴海美先生吼，要来甲咱分享。咱有趣味的吼，咱只 QR code 扫落去吼，也是讲看敲找即个台文博览会，都拢会使看到遮相关的资讯。好咱今仔日吼，若听无够开的吼，咱拢有讲吼，咱即本册吼，咱拢会使搁，咱今仔是经一部分尔吼，拢是我咧黑白想，咱是经一部分来甲大家做分析所以若听无够开的吼，非常欢迎大家拢会使去买即本册吼。也是讲咱即2档杜新良先生吼，陆续有出的即个放度的小说集，还有即个考册诗集吼，大家若是讲要无毋捌听过的，毋捌听过遮个内容的，那么其实甲今仔日共款的分享的形式，咱伫咧7月到10月吼，4个月吼，拢有陆续吼去分享即本放度的小说集，还有考册即本诗集所以嘛非常欢迎大家会使上网吼，看即个台文博览会即个 YouTube 频道，都拢会使看到遮相关的内容相关的内容好过来这是今仔日的主题吼，这是拄则有讲到吼，咱现代台语文的家诗吼，要安怎使用？咱2个月一轮来讲，咱拍台语的史立法，佮找台语的词典。咱后一场吼是咱要来讲咱的拍台语的史立法。后个月吼，双月吼，12月吼，就会来分享要安怎使用咱的找台语词典。所以大家吼，卡手爱买，咱伫明仔载暗时8点到10点半，然后趣味吼来做伙去考即个拍台语史立法要安怎使用的吼，咱非常欢迎吼，即个报名 QR code 吼，甲扫落去吼，咱就会使报名吼，看到咱相关的资讯吼。过来除了讲座课程除了讲座以外吼，活动以外，咱阁有即个读册会，咱阁有读册会，读册会伫逐个月第2个甲第4个拜一吼，咱咧读的很出席吼，咧读的就是即个杜信良先生的小说集，小说集所以啦，各位吼，若有想要更加了解即个杜信良先生吼，伊的小说。放毒是咧讲啥物议题吼？咱非常欢迎吼，咱逐个月第2个拜四、甲第2个甲第4个拜一吼，做伙来线顶甲咱读册。即本小说集吼是读的是即个汉乐是汉乐书写的所以嘛非常适合吼，咱初接触台语文的朋友吼，咱即个户顶较低吼，咱会使初接触台语文的朋友想要欣赏即个好的即个文学作品，咱来参加即个读册会就对另外一边即个读册会呢，找台语读册会呢，是即个咧读的是即个白话字的文献白话字的文献吼，就是有一寡罗马字基础所以你若已经有罗马字基础台语台文的能力吼，希望佫会使希望佫要提升的，咱就来参加即个专白话字的读册会。现主是咧读的是即个白话字的文献那即咱逐礼拜3吼，暗时的8点半到10点半吼，拢有拄则讲到即个罗马字的学习吼，咱协会遮吼嘛拢有固定的开课，固定的开课咱后一期吼是伫明年的3月，按算伫明年的3月开课2月吼，差不多过年时吼，咱就即个简章会公开咱有基础班甲进阶班基础班吼真适合咱要无罗马字基础的，会晓讲台语的吼，会晓讲台语的，拢欢迎来参加所以咱有即个基础咱有即个基础了后吼。接续要来参加咱的读册会，是咱办的即个讲座活动定调吼，就拢听有吼，知影咱咧讲啥过来就是基础班了吼，咱有进阶班，咱这拢会连续陆续开课遮相关的资讯吼，欢迎大家敲找即个台文博览会，就拢会使看到遮相关的资讯咱协会除了顶悬讲到的活动课程以外吼，咱协会阁有甲即个咱的有社老台语碎碎台语社合办即个读册会。合办即个读册会所以吼，咱其实即马现主是吼，咱若线顶要找即个台语台文有志吼，做伙讲台语台文，还是讲要学习的即个资源吼，其实真正吼免惊找无，敢若咱台文博览会佫有咱即个老台语碎碎台语社吼，你看办理的活动吼，都做袂了，都遮济吼，真正是参加袂了所摆吼，大家若有趣味吼，即个读册会嘛会使找咱的有社。
唠台语随说台语社吼，才有相关的读册会。好啊，以上这活动吼是咱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吼所办理的吼。啊，咱主要目的吼是希望发展台语文的生活化甲正常化。所以你若支持认同阮的理念的欢迎吼，咱用实际的行动吼，甲咱支持，甲咱赞助，甲咱支持。啊，点管这 QR code 吼，就是咱这扫落去吼，就拢会使有这个单笔的寄付，还是定期定额的赞助吼，咱这 QR code 扫落去就拢有吼。好，安尼。拄则讲到的相关的资讯吼，咱伫咧即个咱的活动放送站即个 QR code 扫落去吼，才拢看会到。咱的活动放送站才拢看会到。还是讲你上网敲找即个台湾博览会，嘛拢会使看到相关的资讯吼。好，安尼才放送到遮吼，接下吼，咱特别来进入咱的问题交流吼。伫咱问题交流吼，咱遮看敢有啥问题吼？无吼，咱其实吼，咱今仔日吼，咱新龙兄拄则咧分享的时阵，嘛有讲到吼。咱新龙兄其实除了即几档哦，小说集还有两本诗集吼。拄则佫有讲到咱伫咧即个月吼，佫有出版即个两本绘本，两本绘本。所以拄则讲到即个找找迄个超找求王宫，佫有温刀。是图书馆即两本绘本，也是咱用上尾一寡时间吼，新娘兄来甲咱分享一下，咱即两本绘本但是咧讲啥物大家会使去倒位注文买着即两本绘本。咱敢是请新娘兄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即两本目前就是我12月1号上网，就是我有请白象出版社帮阮上网。到通路啦吼，伊会去甲阮通路，所以讲12月1号开始就会使伫网络找到会当去各大册局去落单，包括博客来吼，佫有一寡迄个读册因迄应该拢有12月1号。目前的话就是简单，阮家己就是家己Google 的。Google Sheet 表单内底爱填开了，才有法度买着安尼。这先讲到遮两本故事的内容，就基本上就是拢是我想要写互囡仔我个人感觉较注意的社会议题啦吼。因为台文的绘本基本地来讲，目前分类内容其实无搁牵涉着这。我是想要接这个机会，就是希望讲，因为我这两本议题是一本是讲大自然的，互我未来的社会，那天气愈来愈热啦天气的温度的变化，佫天灾吼，咱讲的天灾愈来愈济，这拢是未来囡仔因爱面对的，甚至咱这代拢拄会着。我是希望透过绘本甲囡仔讲一件代志，互伊提早做准备心理准备啦吼，伊我都准备啥？迄是咱造成的，顶一代造成的，咱这代造成的。另外一本是阮兜就是图书馆，其实有咧讲两件代志，就是活托的重要，甲战争。活托就是因为即摆册吼，无人要册啦。我甲你讲，真正是我感受到吼，即摆用家己有要出册真正是无人咧买册啦。较少啦吼，咱当然台语口我莫讲啦吼。其实即摆册是互机器人来读的，真正是用 AI 就取代你的思考我感觉这是足大的问题。我是想讲，因为我想阮兜是无电视的我嘛会调工去隔离一寡无正确的资讯，互囡仔，甚至学校老师也有咧用啥物有诶无，我拢会甲老师讲这无影无食可能就爱互，就是爱互保护囡仔啦吼。活托是上足重要活托会当互咱较思考，
包括咱因大人嘛无咧读册啊，莫讲绘本啊，就讲一般册，一般人嘛无啥咧读啊，嘿，迄个统计嘛是安尼讲的嘛，啊，这事实骗袂，无法度骗人嘛，啊，所以独立册房啊是册房的利润愈来愈低，啊，这拢嘛是看会出来，嘿，啊，无读册，无阅读是造成社会的知识，还是讲种思考的能力材料是退化的，啊嘛造成讲即马嘅信息较济，啊洗脑啦，无法度思考，啊洗脑，一直洗，啊洗到规个社会败害啊，啊来尾啊，佮引起，因为实名者、独裁者拢是安尼嘛，历史就是安尼演的嘛，啊只是历史伊袂过行共款的剧本啊，伊是行共款的运骹尔。啊，所以讲，我咧出这两本绘本是希望讲，互大人读，啊嘛互囡仔读，嘿，啊嘛希望讲，未来咱的台语绘本吼，当然即马做诶嘛是佫足少啦，啊佫会当佫遐有咧画诶人，甚至有兴趣诶人，会当来接手啦。我感觉咱是起一个头尔吼，咱嘛毋是要出名，咱嘛毋是要趁钱，咱是。经做一个事工，这是我清单唯一，嘛是其中一个清单之一。我去完成，我去行动去完成啊！希望后壁人通接手，嘿，这是我这两本绘本嘿，内底故事内容，啊，甲我想要做这两本册的原因啦，嘿，以上。好，感谢信用兄吼，啊，我遮嘛上尾嘛有个奉送一个吼，拄则讲到即个本册吼，超找秋风广告，阮兜是图书馆吼，咱伫12月，12月21吼，咱下半年度吼上尾场的即个杜信用先生的讲座吼，嘛有即个主题会甲大家分享咧，要甲大家分享，咱阿爸讲的即个故事的出绘本吼，啊，所以嘛甲大家像拄则信用兄分享的吼，啊，大家若对这绘本吼有趣味的吼，咱12月伫咧网络平台册店吼，拢通买会到。啊，咱伫咧12月21吼，12月21迄个礼拜，同款礼拜下晡的2点到4点，嘛拢有咱嘛有咱即场主题的分享吼，啊嘛是信用兄亲自吼来甲咱分享。好，啊那咱现场吼无啥物问题吼，咱今仔日个活动就到遮，咱搁一摆吼感谢吼咱信用兄，啊搁有咱3位今仔日个读册伴，啊搁有所有来参加的即个观众朋友。安尼咱非常感谢吼，感谢大家，多谢。